最近呢，有出现一种字体叫做精灵文，看起来哪像欧美国家的文字，不过详细甲看，其实是中文的注音符号。有人认为讲这注音敢若台湾才有，是台湾的文化真趣味。不过嘛，有人认为注音符号是英国国语政策打压本土语言的工具。即马这两派讲法，拢有人支持。 甲中文字拍起来，就通看到有哪像欧语国家的文字走出来。详细甲看，其实这是中文的注音符号。这个字体就号做精灵文。设计师本身是字体的书法家，透过甲字体公司合作发表，强调这是台湾人才捌的注音，免费公开给民众也是商业使用。最近伫咧网络讨论甲真热，虽然印外出现注音符号的论战。其实我们过了这几天也有比较沉淀，因为其实这些声音里面。 我觉得大部分其实是忧虑台湾人不够注重自己的母语。开发字体的 JustFont 公司长期伫咧汉地有人关注的台语文、客语文等等，开发侪汉字含罗马拼音的字体。创办人表示，虽然注音符号是外来的物件，不过伊认为甲外来元素吸收做咱家己的是咱台湾的论性，嘛是走向未来的方法。 觉得不要去攻击对方，因为我们很多文化进来，我们怎么去采用更包容的态度，去融合不同的文化到我们本身，然后这才是文化自信，真正文化自信心的展现。 有学者指出，一寡听注音符号的人，是因为伊通呈现台湾人的特殊性，嘛正做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另外，无介意注音符号的人，学者认为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国语政策都是用注音符号强势推行华语打压本土语言。学者认为，这款立场的冲突，有当时是认知无共，对历史无够了解所造成的。有淡薄像讲，过去就是这支刀啊，用这支刀啊在甲阮聊。所以即马支持注音文的人，因当然是出伫好心，因感觉讲，用注音，全世界敢若台湾在用啊，吼，中国华语嘛会用注音，这当凸显台湾的特殊性。大家无共款的认捌的时阵，就感觉讲，足侪情绪敢若是无来源的、无理由的呀。若是大家有共同的了解的时阵，我感觉。 才有迄个对话。学者嘛认为，这款讨论上侵占的价值，其实拢是望找出通强调台湾独立性甲特殊性的元素。透过这款讨论，嘛通深化对台湾的认识。记者卢尚如、郑春佑、林孝凯台北报道。